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月26日。以赛亚书20章1安尼讲：耶和华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做权，我要学乐你的名，因为你用忠信、诚实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对古早所议定的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忠信、诚实行奇妙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尊贵甲荣耀的上帝，你是用永远的疼来疼阮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公义的光遍照全地，世间人伫你的面前就惊吓敬畏。主啊，你奇妙的所做，阮无法度测度。你的至权至大，是阮应该学乐的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伫这充满惊吓甲不安的世代，阮要静静想你尊贵荣光的威严，也要笑念你奇妙的所做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尊你做权，阮要学乐你的名，因为你用忠信、诚实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对古早所议定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是忠信、诚实、行奇妙事的上帝，因为一切伊早就为咱备办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